一年一次咧，我哋 COCM 嘅同工團隊會聚埋一齊，有個同工退休會。咁啦，今年5月底，我哋有宣教士同工啦，有聯屬同工，有支援同工，有啲細路仔聚埋一齊，超過120個人，好開心喺一齊嚟反省。咁我哋今年嘅主題係 A vessel fit for the master's use。咁啊，我哋選嘅主題經文就係喺提摩太後書第2章20節嗰度咧，一個宣教工場嘅老兵保羅提醒一個宣教工場嘅新丁，就係嗰個提摩太，佢咁講，佢話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逼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呢段經文咧，對我嚟講係好好嘅提醒。我而家喺宣教工場上已經19年，即係將近20年。咁我喺度諗其實我哋每一個同工，每一個宣教士，初嚟嗰時咧，其實都係神所揀選、神所預備、合乎神用嘅器皿。佢擺我哋喺唔同嘅崗位上邊，喺嗰度祝福、宣教、傳福音、栽培門徒。咁時間耐咗，有時咧我哋發覺，我哋自己咧開始呢個器皿本來神設計用喺神合用嘅地方，有時我哋做咗好多我哋自己要做嘅事，唔係一定係神所喜悅嘅。所以神咧就喺度提醒我哋要成為神合用嘅器皿，我哋要經常咁樣提醒自己，將自己倒空 empty ourselves， 唔係睇我哋自己想做嘅嘢，而係我哋要潔淨我哋，俾神使用，叫神嘅聖靈充滿我哋，以至我哋所做嘅都係合乎神所用嘅。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提醒，我相信又對我哋新嚟嘅同工、年輕嘅同工好好嘅提醒，叫我哋經常反省自己。神設計我哋嘅原始嘅嗰個瓦器嘅用處，就係俾神所用，祝福更多嘅人。你幫我哋祈禱啦，叫我哋宣教工場嘅同工，每個人無論喺邊度，都可以常常反省，潔淨自己，成為神合用嘅器皿，祝福更多嘅人。